2024年的台湾文博会今年是伫台南举办哦，8月23会起稿。今年是有超过570个文创品牌和 IP 授权来参展，是规模上大的一届。这届的文博会哦，佫有甚物特色？咱做伙来了解。自2010年，为着要支持台湾的文创产业，文化部举办第一届的台湾文博会，向世界展现台湾软实力创造商机，嘛将做台湾上有代表性的文创展览。2024年台湾文博会要伫8月23起稿，今年要伫台南举办，用台语的报道百面做主题，用百面透动的艺术来表现咱的文化资讯。为了呼应这个台南400的这条历史轴线，今年的文博会我们透过了非常多不同的内容，像是走读或是文化内容展演的呈现。甚至是品牌的联合的这样的一个展示哦，去把整个对于台湾怎么样用丰厚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创意的量能来去面对世界的台湾，也就是台湾的版面。今年文博会特别用台语来设计每一项活动主题，有规划导览文创品牌展，也有各种表演和讲座等等，有超过570个文创品牌和 IP 授权来参展，是历来规模上大的一届。文化部长表示，透过规划文博展，可以看到台湾侪少年家的创意力量。韩国人已经早就用文化、用他的音乐、用他的舞蹈、用他的电影、电视，卖遍全世界，赚了很多钱。所以今天我看到这个是非常感动，而且它远远超过我对目前整个产品的这个台湾有那么多年轻人在做这个商品的认识。2024年台湾文博会按算自8月23办到9月初1，文化部指出，今年邀请到日本、韩国、加拿大等等6个国家的美主来参展。文博会嘛有特别设立国内外和台湾文创业者的双向媒合系统，那要积极开拓台湾的文创市场，也要和世界分享台湾的百面风采。记者卢尚祖、郑俊尧台北报道。